行政议会昨通过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，要送到立法院审议。立党伫早起的记者会顶头表示讲，这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也有真侪欠缺的所在。有专家和这民间团体提出因的版本，认为这三法除了爱整合以外，也爱改善处理流程，也有申诉的方式。 甲请愿书交予立法院代表13行政议会通过行政院版本的性别平等三法修正案，今仔日早起送到立法院，立法院会开临时会处理。行政院的版本甲刑度罚金赔偿拢加重，其中针对权势性骚扰会加重处罚。行政法的部分，若是雇主甲人性骚扰，上悬罚100万；另外增加民事定罚性赔偿，上悬罚5倍。不过，立党认为也是无够周全，也提出因的修正版本。每一部法律都有台湾绿党，我们集结专家还有公民组织一起讨论出来的版本。我们希望立法院这一边呢，大家可以正视这样修法的重点。 立党即摆提出的修正版本，包括性平三法爱结合，修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，包括不管被害者是透过什么方式来申诉，拢要立案到各管区的性骚扰处理委员会。 所以我认为说，这三法它有势必要实质整合的地方。性别工作平等法去新增，尤其是雇主当他是行为人的时候，那现行的法规确实缺少了如何去申诉的这个机制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黑数。 立党是表示，应该爱甲性骚扰防治法加做一般法，其他两法是特别法，改善即马三法拢无关联的现象。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